若讲到这个中原普渡，好兄弟啊，拿到这个庄头来食谱，一定会当食甲真过瘾。就伫咧中华宏苑，才有村民来准备着红鲟88只、大龙虾20只、白抢滚10尾，甲一大堆的小龙虾来普渡。村民讲，这个红鲟是家己落海去掠的，其他是开7万外块来买。因为这个宏苑有真侪乡亲拢是靠海在讨食。为着要祈求出海顺利平安，所以每一年的中原普渡拢会穿甲真澎湃，互好兄弟啊食海产食甲饱。中原普渡贡品摆几道，一道上香目，规道海产摆满满，大家手机啊举起来一直翕。主家红公公的红鲟道88只，摆几排真壮观，也搁20几尾大尾龙虾，也搁几排的白抢，其他海产嘛细甲满。经过民众，大家拢看甲目睭，听甲真大蕊。跟我的手一样。我嘛这是精神的好兄弟的。安怎讲？用啊这澎湃的破。准备啊，遮哩澎湃普渡贡品，甲红鲟因着落海掠2天。这今麦总共都要掠2天。这只上碗头连2000块一条。红鲟摕起来是比面搁较大，几道算落来，家己厉害无准算，就爱开7万外。毋嘛，这一号另外一边也搁较厉害。我家己厉害啊！这伫咧中华宏苑，这可里啊5个村，千几户的居民，每一档的中原普渡拢是摆海产，因为住伫这的人大部分拢咧讨海，所以特别准备澎湃海产来普渡好兄弟啊，保庇出海会当顺利利。另外，大家镇南宫的普渡场面也真壮观，普渡道摆满2条街，对九公路一直摆到顺天路，有220公尺遮尔长，底贡品的篮就有7000几下。因为数量伤济，工作人员加摆倒，就无用到大粒竿、细粒竿。中原普渡是每一档重要的祭典，贡品愈济愈澎湃，也表达着民众祈求平安的上大诚意。